唔講唔知一啲關於旅遊嘅冷知識。原來摩洛哥嘅手機數量呢係多過佢全國嘅人口。另外喺意大利伊夫雷亞市呢，每年都會舉行骨子大戰，投擲呢超過900噸嘅骨子。喺世界上最長嘅商業航班係新加坡飛到去紐約，平均飛行時間約為18個鐘40分鐘。而世界上最短嘅商業航班係位於蘇格蘭奧克利群島之間，航程唔夠2分鐘。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嘅國家係荷蘭，而最低呢就係東帝汶。衣索比亞現行嘅曆法落後格里曆約7年，因此其目前嘅年份係2018年。最後講多個冷知識，喺羅浮宮嘅蒙羅麗莎畫作，因為收到大量粉絲嘅信件，館方特別設立專屬信箱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